对了，台南市原创转来到东区崇学路段的餐饮店，议员接到民众陈情，的民众表示，因为餐饮店的油烟排放湿地影响到周边的空气品质。伫咧去年12月去做了健康的检查，认为因为油烟的排放来影响到健康。好，这次是因为民众这个苦不堪言附近的邻居因为业者他们排放的这个烟囱的味道，每次到了用时时间。苦不堪言，那长久来没有办法再忍受。那因为有屋主因为去医院检查，才发觉身体在肺部的部分已经产生了病变。那医生已经严重的提醒他要注意空污的问题，这个屋主大家才跟我澄清说，这个部分一定要求他立即改善。再加上业者他们在台北那边也一样的情形，有一样的情形被开罚。那我们台南这边，我们也希望，他们发挥社会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那应该要立即的去改善这样的一个空污的一个情形，不要让居民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存在，赶快。现在的空污的问题是大家最重视的健康的问题，不要让这个油烟味。造成大家的造成一个2度的污染跟干扰。陈真人伫咧现场嘛出示到病院检查的收据，另外陈真人的后事嘛出示餐饮店所提出的协议书，并实际带着议员和环保局的人礼拜到厝内，透过亲自探勘，会当更了解实际的状况和原因。第一次我听到我们隔壁这一家，他说他们是地牌。我以为是他地牌，结果他开业到12月我感觉身体不舒服，我就去找他们店长，他们店长说，我说是你们这个不是地牌吗？他说不是，我们在往上面，然后我去因为他前面是黄布嘛，那我就上我们4楼往下照，结果是烟囱，他们的烟囱。很矮，刚刚那个1楼上，结果我在找他们店长说，你这油烟，我已经受不了了，你要改善，结果就是我12月22号去成大胸腔内科去看诊。结果他帮我照那个低阶断层，结果是有0.4公分的结节，以后就是半年要追踪那个肺部的结节，他们那个台北的经理有下来说，他们要钻烟囱到4楼，但是他要借我们的墙壁。他的合同师是我如果被他钻的话，以后我们不能再动，我怕说以后要是我们房子有要变动，也不能变动，所以我拒绝他。议员透过实际到现场了解状况，伫咧陈真人和业者互相了解了后。餐饮业者表示，会继向总公司来积极说明状况。针对这摆的问题，议员嘛呼吁环保局稽查，应该要更确实，才袂影响到各方的权益。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